大家好，我係各位，歡迎大家收睇呢個嘅見招拆招第2集嘅。無論咩政策都好，只要係出發點為香港市民好嘅話咧，值得去討論嘅。近年政府嘅施政嘅強調啦，精準扶貧，唔係一味去派糖嘅，而將一啲嘅資源咧就放喺最需要幫助嘅人士身上邊嘅。點樣先至係做到呢個精準扶貧嘅話咧，同大家去講下今日嘅話題啦。好高興咧，身邊請呢一個好朋友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林振昇，亦都係勞聯嘅主席。昇哥你好啊！係，大家好啊，各位好啊！係啊，同你傾下偈，關於呢個精準扶貧，因為咧都見到咧最近昇哥都有一個嘅議案啦，就住呢個精準扶貧都提出咗一啲嘅意見嘅。咁加上咧國家呢個15規劃咧，入邊都講到呢個嘅紮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呢一個咁嘅方向啦。咁就住呢個嘅精準扶貧嘅一個報告裏邊都見到政府都公布咗，可唔可以講下呢個當中你嘅睇法係點樣咧？好啊，多謝啊各位兄邀請啊。平時咧都好多機會同你傾偈啊，不過咧多數同你傾咧，梗係傾房屋問題啦。係啦，今次咧我哋就闊少少啦，講下啲民生問題。大家都知道今屆政府咧就做咗好多工作啦，其中一個咧就係精準扶貧。冇錯。嗱，因為以前咧我哋點樣界定貧窮咧，就係用貧窮線嘅。但係貧窮線咧確實係有佢嘅不足嘅，即係例如咧佢淨係計嗰個收入啦，又唔計資產嘅。咁啊，令到可能有啲好有錢嘅長者咧，佢資產好多，但係依家冇做嘢冇收入，咁佢係咪貧窮咧？咁政府係咪要幫佢哋咧？定還是留翻啲資源去支援有需要嘅人咧？咁啊都引起好多討論啊嘛。咁所以依家今屆嘅政府咧就用咗個精準扶貧啊，鎖定咗3個即係特定嘅群組啦，單親嘅住戶啦，長者啦，劏房戶啦。嗱，劏房戶你就最熟啦，因為牽涉到房屋問題啊嘛。咁咧，其實亦都有幾個精準扶貧嘅計劃嘅，譬如好似共創明天啦，社區客廳係俾劏房嘅朋友啦。咁啊，另外在校課後託管咧，就希望幫啲單親家庭照顧佢嘅小朋友，等佢出嚟工作啦。咁啊，個成效都非常之好嘅。嗱，雖然話咧我哋依家唔用貧窮線啦，咁但係其實咧就政府都可以諗下有啲指標啦，點樣界定一啲係貧窮嘅人士，我哋係需要即係去支援佢哋啦，或者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啦。嗱，譬如其他國家歐洲有啲地方咧就用一個都有唔同嘅指標嘅嚇，譬如話唔能夠應付一啲突如其來嘅開支啦，或者一啲基本嘅休閒啊、社交嘅活動啊嘅費用都支付唔到啦。咁如果佢符合幾個標準咧，就都係貧窮嘅人士。咁啊，政府咧都有需要支援，都希望政府可以參考下啦。我哋都希望咧，即係俾市民睇到嗰個扶貧嘅一個成果咧，係咪可以量化咧？譬如話單親嘅人士咧，其實幾年前嘅統計處統計咧，佢哋單親人士嗰個收入咧，平均嚟講咧，每個月都係16,000蚊左右。其實咧就遠遠低過普通香港人嗰個僱員嘅平均收入，可能2萬幾蚊嘅。咁另外咧，單親人士咧，每個星期工作少過35個鐘頭咧嘅人嘅比例亦都係比較多嘅，多過普通嘅香港打工仔嘅。咁呢個咧就可能同佢哋要照顧小朋友係有關啦。咁所以我哋推動咗一啲政策咧，譬如我哋有5年規劃，咁啊5年之後咧，我哋係咪可以有個目標？單親人士佢嗰個收入咧都可以提升某個百分比啦，或者單親人士嗰個就業率咧係可以提升。咁佢哋提升咗嘅，自然收入多咗啦。咁啊當然就可以改善佢哋嘅生活狀況咯。好多區域都開咗一啲嘅客廳呢啲咁樣嘅地方啦，咁對於呢個政策係咪可以幫助到一啲劏房嘅居民？你會點樣去睇呢個嘅政策咧？其實呢個就絕對係好嘅，因為有啲劏房嘅環境實在係太惡劣啦，又冇冷氣又熱啦，小朋友咧做功課又冇位置啦，咁所以咧就有社區客廳咧，令佢哋大部分嘅生活嘅時間咧都係一個舒適啲嘅地方，冷氣嘆下先，係啦，闊落啲嘅地方。咁劏房咧就可能即係佢哋夜晚先至翻去，可能瞓幾個鐘，咁第二朝咧又出去翻工翻學，咁盡量咧減少佢哋咧留喺一個劏房嗰個即係嗰個咁窄嘅居住環境裏邊啦。咁依家係做得唔錯嘅，咁但係即係有啲區域咧，我哋都覺得嗰個服務係未覆蓋嘅嚇，譬如話元朗區啦，其實都係
有啲舊區啦，其實佢都有4000幾個劏房嘅。過往咧都係一啲企業啊、商界啊去贊助呢個場地嘅。咁但係有啲地方，如果真係商界真係揾唔到地方，咁我諗政府亦都唔好等啦嚇。係咪政府自己喺政府嘅用地啦、政府嘅物業啦，或者政府咧係主動揾咗地方，啟動咗呢個服務先嚇，令到每個區咧都至少有一個社區客廳。咁至於日後點樣可以吸引一啲商界啊去支持咧，咁啊之後可以再探討。但係起碼咧每個區咧我哋都有個社區客廳先啦。因為我留意到有啲嘅叫話而家過去一啲嘅過渡屋咧，都有啲用到一啲嘅空置校舍，又可以將佢轉到呢個嘅客廳嘅話，其實都可以有方向去諗下。係啊，因為特別係啲學校空置學校就更加適合啦。因為如果你話一個過渡性房屋咧，就可能因為你要間好多間房啊嘛。咁喺個結構上邊咧，可能又比較難啲嚇。咁但係學校，因為譬如本身佢可能已經好多課室啦，即係亦都有電腦室啦。係嘛？咁你只要加設啲裝備嚇，加設啲設備咧，其實就可以俾劏房嘅居民使用。咁即係亦都有一啲禮堂啊，比較大嘅地方啊，咁可以做一個休息嘅空間啊。其實就絕對係適合嘅。咁所以希望政府都唔好等啦。即係有啲區咧，如果真係商界或者企業未揾到地方咧，就政府主動去諗下咯。咁啊，呼籲下商界聽到影片嘅話咧，可以諗一諗呢個情況。譬如話講緊呢個嘅扶貧嘅框架裏邊咧，點樣可以去結合譬如地區嘅網絡同埋一啲譬如話勞工團體啦，點樣可以即係幫助到一啲可能係即係一啲工友方面咧？扶貧咧就唔應該係淨係所謂派錢啦嚇，咁其實咧都係要從一個刺激佢哋去就業嚇，咁真係有收入咧，就可以去改善佢哋嘅生活啦。嗱，政府依家就諗緊一個方法，就可唔可以有啲綜援嘅朋友咧，就過渡去到職津咧，咁一路去做嘢咧，又有在職家庭津貼啦，咁亦都做滿咗一段時間咧，就可以攞45,000蚊嘅獎金啦。咁希望鼓勵真係咧多咗人去就業咧，就去改善嗰個情況。咁所以我哋希望喺吸引佢哋就業嗰度咧，都做多少少嚇，譬如話依家有在職家庭津貼噶嘛，咁但係咧就要真係做100幾個鐘先至合乎資格嚇。咁除咗係單親嘅人士之外，就個門檻會低啲啦。咁但係我哋都希望，譬如話有啲照顧者，咁佢都未必真係咁長時間可以返到工嚇。咁或者有啲比較基層嘅長者，咁佢長者始終係年紀比較大啦，咁亦都唔希望工時咁長，但係又希望佢哋有適量嘅工作喎。咁所以如果呢啲特定嘅群組咧，係咪俾佢如果符合咗個資格咧，咁佢哋嗰個工作時間唔需要咁長，但係咧又可以申請到呢個在職家庭津貼，咁啊變咗佢又適當有一啲收入。長者嘅話咧，因為佢揾嘅工作都唔會話一啲好高收入嘅工作啦，所以咧其實咧又唔會影響佢長者生活津貼嘅資格嘅嚇，咁亦都有一啲收入咧係可以幫補下咯。參與勞動都起碼同個社會有啲連結啊嘛，即係唔係話完全脫咗節。係啊，所以即係希望即係如果真係有啲照顧者或者就算照顧小朋友嘅婦女，其實盡量希望咧就抽啲時間出嚟工作又幫到社會啦，咁自己咧又有啲收入可以改善生活咯。都留意到可能有啲嘅譬如基層啦，譬如話啲客廳都有一啲嘅羣體咧，譬如單親媽媽咁樣。咁啊都係有一啲嘅狀況，譬如即係照顧小朋友，咁對於可能參與職場個工作咧，都有啲嘅影響。呢方面有冇啲乜嘢嘅建議俾政府可以諗得多啲？譬如話真係可以釋放到我哋一啲即係婦女嘅勞動力咧，幫助嘅同時間都可以脫貧嘅。係啊，呢個咧就其實政府都做咗大量工作㗎啦。咁我哋就希望嗰個在校課後託管可以繼續加強啦。其實就都有成效嘅。不過依家咧就400幾間小學就得200間有呢個計劃。咁我哋希望就算做唔到全覆蓋，都起碼8-9成嘅小學都有啦。每間小學都總會有啲家長，特別係單親嘅家長咧，係即係有需要呢個服務㗎嘛。咁另外咧就依家就只係包括小學嘅啫。
咁其實你話初中特別係中一、中二，可能有啲家長都未必放心佢自己去即係放咗學自己去做功課啊，或者自己周圍活動噶嘛。咁變咗咧就如果你話中一、中二仲有呢個服務，咁變咗啲家長咧，就算佢嘅小朋友升咗中學咧，都頭一兩年都可能有呢個服務喎。咁佢起碼就唔需要咁擔心啦。佢留喺學校，咁大家又放心，咁佢又可以做功課啦、温習啦。咁翻到屋企咧，就啲學生咧又已經做完功課啦，咁啊多翻啲親子嘅時間啊。咁啊希望呢個在校課後託管咧都可以係繼續去擴展啦。政府有個簡樸房嘅條例，你覺得呢個條例方面，或者可能而家講緊嘅簡公屋呢啲情況咧，幫唔幫到呢啲咁樣嘅即係基層嘅勞工嘅朋友？係啊，本來房屋政策咧就應該請教你，同埋有時我哋有啲基層工友遇到嗰啲問題啊，即係申請公屋啊、居屋啊，其實有時咧我哋都係要請教你哋嚇，同埋咧就希望咧將房屋政策咧咁啊，你可以反映意見俾政府，我哋一齊努力啦。簡樸房就確實就係一個好嘅政策啦，即係因為佢個環境就一定好過依家啲劏房嘅。咁但係咧就過往都有啲基層嘅朋友擔心，即係可能改裝咗之後會唔會租金貴咗啊？咁但係咧就確實咧我哋希望有咗簡樸房之後咧以前嗰啲嘅劏房真係佢瞓喺廁所隔離㗎嘛，甚至咧有啲劏房咧，我都探過一啲基層嘅朋友咧，佢係冇窗㗎喎。咁即係好焗嘅一個環境，其實根本就唔適合居住啦，係咪？咁日後咧全部都係簡樸房嘅時候咧，就唔會有呢啲情況啦。即係起碼就算佢真係住咗簡樸房，咁起碼咧都會安全啲啦，或者個環境咧都未至於係太差啦。咁事實上咧，亦都係有一啲比較基層啲嘅工友，佢因為返工，咁自己屋企咧又比較遠，咁佢呢幾個月咧就可能返呢份工咧就費事即係交通時間咁長啊，不如喺附近咧就有冇啲簡樸房啊，咁可以住啊咁樣噶嘛。咁呢啲咧其實都係方便咗即係某一部分嘅打工仔嘅需要，即係佢未必係真係一啲好基層嘅朋友嚇。咁當然我哋亦都希望咧將來即係大部分真正基層嘅朋友咧可以上到去簡約公屋或者已經上咗樓啦嚇。咁剩翻落嚟咧對簡樸房嘅需求未至於太大嘅時候咧，嗰個租金又唔會太貴啦。咁即係都俾一啲即係出嚟工作嘅人士係多一個選擇咯。簡約公屋啊，其實我哋都睇過嘅，個環境係好好嘅嚇。咁但係佢哋咧就擔心，即係搬咗去嘅時候咧，以前我哋住開深水埗，買餸又平啊，自己個網絡又喺個區，咁啊去到屯門啊、元朗啊呢啲即係簡約公屋，會唔會係唔係咁方便咧？都希望政府嗰個其他嘅支援配套可以做好啲啦。咁不過依家咧，我哋都關注短時間嗰個過渡安排啊，即係因為依家有個認證期啊、登記期㗎嘛，咁啊會唔會咧好多嘅劏房嘅業主咧逼埋晒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就做認證裝修去申請做簡樸房？咁咧，跟住叫啲居民你走啦，我就租唔到俾你啦。咁如果即係哇，成過萬個呢啲單位一齊裝修咧，咁有好大量嘅居民咧，喺個市面嗰度就揾唔到樓住啦，或者就算揾到咧，都係好貴啦，甚至咧要住一啲所謂唔合法嘅地方啦，譬如工廈嘅劏房啊，咁我哋就擔心會有呢個情況，咁希望政府都留意住個情況啦。如果真係太多人一下子去申請，逼走啲居民嘅，咁會唔會嗰個申請嘅認證期可能分階段啊？做咗先做呢幾千個，之後咧就再做另外幾千個，咁啊令到即係唔會話一下子大家都逼埋去做改裝做簡樸房，令到嗰啲居民咧暫時依家冇地方住咁樣。我見到政府都好似有個早鳥優惠一啲登記嘅，係啊，可以吸引佢哋早啲登記啊嘛。如果有啲業主都聽開嘅話，可以即係如果想做呢個簡樸房，都嗱嗱聲做咗登記先。
留意到啦，今年嘅預算案裏邊咧都好強調兩個呢個英文字叫 AI。甚至乎呢個嘅再培訓局都提升咗成為一個嘅嗰啲技能提升局，都係希望可以去多啲用 AI。其實喺頭先所講一啲基層勞工啦，咁加上而家我哋希望可以即係令到一啲基層市民可以即係向上流動啦機會嘅話，AI 呢方面會唔會遇到一啲困難同埋挑戰對於一啲勞工方面嘅情況？呢個咧都可能係點都多多少少對打工仔都有啲影響㗎啦。好多經濟冇嘢做。即係唔好話即係基層嘅工友啦，有啲大學生可能咧有啲大學生出嚟做啲即係行政嘅一啲初階工作啊、文書嘅工作，咁可能嗰啲咧就好大部分都 AI 可以做得到。希望即係我哋政府繼續留意住啦。不過最緊要咧就係做好嗰個升級轉型或者培訓嘅工作啦。嗰個僱員再培訓局咧，過往咧就俾人感覺咧就係主要咧就係幫一啲基層嘅工友去學一啲技能，跟住轉介工作俾佢哋。咁將來咧可能技能提升局咧，其實佢嘅服務對象就會闊啲啦。可能係有啲大學學歷啊嘅打工仔，咁佢雖然有大學學歷啫，但係10年8年之後，可能佢個行業又轉變，又多咗好多 AI 嘅應用，咁佢自己都要學㗎嘛。咁所以咧就希望呢個技能提升局咧就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啦。即係與時並進啦。咁但係當然你話有啲行業咧，可能即係基層嘅工種咧係可能會被取代。咁但係咧就希望咧做好一啲專業培訓嘅工作啦嚇。譬如有啲餐飲，其實依家都講緊有好多預製菜。其實原來咧有啲餐廳又唔使請咁多廚師嘅喎。係啊，甚至乎見到好似係用啲機械幫佢煮餸添。係啊，咁所以咧，但係咧有啲行業咧，其實我哋睇過個失業率咧又長期都好低，同埋個人手需求都大嘅。譬如話安老服務啦，因為越嚟越多長者，咁我哋要發展銀髮經濟啊。咁其實呢啲照顧員啊、安老相關嘅服務啊、樂齡科技啊，咁呢啲咧可能又會需要多啲人去幫手嘅。咁所以咧就要即係有將來嘅技能提升局咧，希望做好呢個工作。過去我哋都有見到好多資源都投放咗落去，譬如喺一啲社福一啲嘅住屋方面嘅情況啦。今次見到咧，就將呢個嘅扶貧就叫做精準扶貧，即係可能感覺就更加要聚焦。會唔會你個錯覺覺得政府係咪想慳錢咧？啲人話喂唔夠錢啦，就縮好皮咧，定係即係唔係嘅？都係個嘅投入都係比較都係咁多嘅喎。其實冇話去到即係所謂減少咗嘅情況咧。我諗佢又冇乜點減少嘅，即係嗰個係福利啊或者社會服務嘅開支咧，咁多年嗰個比例咧都係仲有少少提升啦。政府就強調即係社會資源價值啦，你住緊嘅公屋其實都係政府提供嘅，你可以用一個平啲嘅租金去住咁樣。咁但係我哋希望咧就即係都希望政府。即係其實我哋又唔係話要佢無限量去派錢嘅嚇，事實上咧係希望啲資源咧可以即係精準少少，去幫某一啲群體嚇，特別係如果你幫到佢就業咧嚇，就算即係呢啲嘅資源係用多咗，咁個勞動市場又會活躍咗啊，多咗人去做嘢啊，咁對成個經濟嘅發展咧都係好事嚇。咁而佢哋咧亦都可以揾到一啲工作去幫補收入啊。咁我哋就希望從呢個角度去諗咯，就唔係話要求政府咧不斷增加資源去派錢。對於呢個5年規劃有啲咩嘅或者關注嘅建議啊？其實頭先我哋都講過一啲即係對基層嘅一啲改善佢哋就業嘅指標啦嚇，譬如話5年之後我哋有一啲群體嘅基層嘅婦女又好，單親人士又好，或者有部分嘅長者，係咪嗰個勞動參與率係可以去提高咧？咁另外咧就呢5年咧，你頭先都講咗 AI 嘅發展好快啦。其實5年之後 AI 係點，我哋都真係唔知啦嚇。咁但係咧就希望呢5年即係我哋盡快即係再培訓局做咗呢個技能提升局之後咧，就可以盡快開展一啲即係新型嘅培訓工作啊嚇，或者將來即係5年之後咧，喺呢個北都慢慢成熟嘅時候，咁譬如有啲科技城啦、大學城啦，咁當然佢係
喺個區域裏邊咧，我相信都會有一啲工作咧，有一啲工種咧係適合一啲比較前線啊或者基層嘅人士嘅。咁希望咧就喺呢度咧可以揾到一啲工種嚇，咁跟住咧就我哋有啲適當嘅培訓啊，咁佢哋可以喺北都裏邊咧就即係揾到一啲新嘅工作啊。北都除咗話一個大學城啊搞創科之外咧，其實咧都係一啲基層家庭去改善佢嘅生活嘅一個希望嚟嘅。住咗喺北都又舒服啲啦，又上到公屋啦、簡約公屋啦，咁喺附近咧又揾到一啲合適嘅工作。咁呢個咧就即係同我哋30幾年前天水圍就唔同啦。天水圍咧就解決咗住屋問題，只係住屋，但係配套咧嗰時咧就連大欖隧道啊、西鐵都未有噶嘛。咁點樣去跨區翻工咧？車費又貴係嘛？咁啊社區嘅設施又唔夠啊，導致好多家庭問題啊。咁希望北都咧就唔會出現呢啲問題啦。佢哋上咗樓嘅時候咧，其他配套啊，包括就業啊，都可以做得到咯。先我講到我哋北都又好，或者整個香港呢個5年規劃，都希望可以帶出一個咧共同富裕嘅願景啦，亦都透過政府啦，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勞工界、商界、民間嘅力量一齊做好呢一個嘅即係我哋嘅幸福嘅香港嚇。最後一個嘅環節咧就係呢個快問快答嘅環節，咁啊同星哥咧就互動下先。俾嗰個簡短嘅題目俾星哥，就可以好快咧有答案俾我嘅嚇，咁咪考下你啦。嗱，先問一個問題先，就係咧呢個嘅，如果係政府咧加碼呢個精準扶貧，你最希望喺呢個社區客廳加一啲咩嘅設施咧？社區客廳啊，喂，其實都可以有啲平價啲嘅晚餐啊、午餐啊，或者飯堂嘅設施俾啲基層嘅朋友都幾好喎。因為依家咧有啲打工仔就即係簡簡單單又食一餐啦，咁甚至咧買個2餸飯。有啲收入唔係咁高嘅咧，掹掹緊㗎嘛。有時依家講緊去茶餐廳食貴少少都要70-80蚊，係嘛？咁如果即係有一啲平價啲嘅食堂啊，咁啊俾佢哋又聚下腳啊，又休息下啊，咁啊都幾好啊！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用一個如果一個形容詞形容心目中完成呢個15-5規劃，香港基層市民嘅生活嘅狀態應該係點樣咧？狀態啊，我就覺得咧係嗱，工會咧就成日講係勞動啊最光榮啊嘛，咁啊有嘢做其實都緊要喎，係嘛？咁所以咧，我哋成日講安居樂業，除咗話住得好之外咧，每個人咧都希望喺佢哋事業啊或者工作上邊咧，都要做好嚇，等佢哋揾到一啲好嘅工作，但係咧個時間上佢又可以照顧到家庭嘅，咁啊最好啦。最希望可以即係共同富裕嚇，大家都住得好，住得更加理想咁樣。今日好多謝星哥咧嚟到做我嘅節目嘅嘉賓啦，同我傾咗關於好多啲基層上邊一啲嘅狀況，譬如精準扶貧啊、簡樸房呢啲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建議嘅。亦都呼籲各位網友咧，如果聽到我哋影片嘅話咧，都可以就住頭先我哋嘅話題咧，可以留言區咧分享下意見嘅。大家咧可以留意下一集嘅節目咯噃。我哋講聲拜拜先。好，拜拜。